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7日，雅各书1章27节安尼讲：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佮保守家己，无染着世俗的腐败，对被上帝看起来，这才是纯全、无缺点的敬虔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无染世俗的腐败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主爱圣洁的天父，愿满心敬畏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是公义甲人民的源头。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愿称颂你至权的圣名，愿学习你完全的良善，愿感谢你无比的疼。主啊，你是孤儿的老爸，寡妇的生源者，是困苦人随时的帮赞。主啊，你假使愿知，真正纯全的敬畏，乃是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也保守家己，无染着世俗的腐败。主啊，愿就求你赐阮怜悯的心，互阮用行动来扶持帮赞困苦中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